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平台。伊朗同中東衝突持續衝擊全球供應鏈，尤其係關鍵嘅霍爾木茲海峽，大量嘅原油同埋液化天然氣嘅供應減少就推高國際油價，並係對呢個世界經濟造成壓力㗎。面對咁樣嘅衝擊加拿大可唔可以喺全球嘅能源供應上面發揮作用呢？咁今晚我哋請嚟兩位嘅嘉賓一齊去探討。咁分別就有蔡俊威先生阿 Sam， 另外亦都有蔡宏安先生 David 嘅，歡迎晒兩位嘉賓。如果觀眾想參加我哋嘅討論，可以去到本台嘅網站3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嘅橫額就可以去留言俾我哋噶啦。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就快啲講下呢個咁樣嘅議題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呢一場衝突已經係唔單止係影響呢個能源供應啦，亦都見到係有將呢個能源嘅一啲基礎設施變成係攻防嘅目標。翻嚟同阿 Sam 傾下先啦。咁而家咁樣嘅局勢啦，而家維持咗大概1個月左右啦，持續緊張。咁見到其實能源價格啦都已經開始受到波動啦。咁你會預計點樣去影響全球嘅經濟油價宏觀咁樣去睇呢？嗱，咁今次嗰個衝擊呢，其實都已經令到大家知道呢次唔係純粹一場即係能源危機咁簡單，而係即係佢延伸到由能源嘅危機通脹延伸到可能係有第二個效應，就係即係廣泛嘅通脹嘅問題，因為佢影響緊由能源影響緊好多我哋航運啦、金融預期啦、保險，以至到我哋講緊好多嘅製造工業等等，都係綁埋咗一齊嘅。咁有幾個層面可以睇翻，即係嗰個點樣傳到全球嗰個經濟嘅影響。咁首先最直接當然係原油、天然氣，頭先你講即係石化原料個價格上升啦。咁跟住你見得到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封鎖，就其實令到個航運繼而嗰個保險融資同埋庫存嗰個成本跟住會上升。咁呢樣嘢慢慢去到第三個層面，就會其實係將頭先講緊嗰啲原油成本同埋航運同埋保險成本會轉嫁咗落去嗰個製造業、零售同埋航空、化工、工業、農業等等呢啲範疇上邊，因為好多我哋講緊農業、化工、零售行業、製造業入邊都用緊好多即係原油嘅衍生嘅一啲嘅原料嘅。咁去到第四層就即係最首當其衝，就係我哋全部普羅大眾，就係即係消費者會感受到嗰個通脹壓力，同埋嚟緊可能有個增長放緩嗰個問題。咁所以而家唔單止係個油價受壓，係連即係我哋講緊基本農業入邊用嘅肥料啊、塑膠製料啊、航運等等都係同步受到衝擊嘅。咁所以今次唔係純粹原油嘅問題，而係整條嗰個能源工業、物流同埋嗰個生產鏈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今次即係同過往以前嗰個石油危機都幾唔一樣嘅。咁最主要就係話過往最主要係一啲即係產油國佢嗰個減產或者戰爭本身引發到嗰個供應緊縮啊嘛。咁但係今次突顯緊就係講緊就係能源基礎啦嘅設施啦、航運航道嘅封鎖啦，以至我哋講緊即係而家擔心緊電網或者港口嘅攻擊等等咧，呢啲反而係即係同以往係有啲唔一樣。而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就係話，而家嗰個經濟全球金融化同埋嗰個壓縮咗個速度係同70年代係快咗好多嘅。咁所以就而家我哋淨係市場唔係淨係睇實際上即係嗰個原油供應斷油供應嗰個反應咁簡單，而係睇緊嗰個風險預期。或者我哋睇即係期權期貨嗰個倉位啦，同埋保險保費嗰個加幅嘅預期啦，以至甚至我哋講緊啲船嘅航運呢，其實就預早就已經改道嘅時候嗰個成本嘅推高咗呢。呢啲已經係比以往係快咗好多，反映咗出嚟嘅。咁更加大嘅一樣嘢就話，咁我哋雖然話我哋而家即係對同70年代比，我哋即係對於石油個依賴程度減低咗，即係多元化咗個能源嘅供給，但係嗰個供應鏈係越嚟越全球化呢，反而令到我哋衝擊緊嘅範疇係多咗好多，因為我哋透過啲石化半製成品啊，或者啲糧食工業原料等等呢啲呢，係廣泛咁樣去令到其他嘅唔同嘅行業都受到嗰個影響。咁所以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即係講緊全球2成嘅石油同石油產品嘅流量都係經嗰度去嘅時候呢，嗰個影響其實係對於全球嘅影響好大。即係講緊70年代嗰個危機嘅時候，已經係可以油價可以推高1倍以上。咁甚至而家嗰個影響更加係即係我哋講緊航道嘅影響，以至到金融嗰個影響係更加大。
係啊，咁見到油價咧，自從呢一個動盪，咁就引發到見到油價飆升到差唔多每桶100蚊美金以上啦。咁翻嚟同阿 David 傾下啦，David 你又點睇今次咁樣嘅衝擊咧？點樣影響全球嘅經濟咧？係而家講會唔會太早咧？定係都會有啲滯後嘅效應啊？而家講經濟咧就好合時，因為咧就首先大家就已經喺每日加油嗰度已經感覺到啦。咁我哋喺加拿大嘅西岸咧就已經過咗2蚊一個公升，Alberta 就可能會平啲。咁但係如果大家想直接睇到呢個效應咧，就係如果以加侖嚟計咧，每升10蚊一桶嗰個油咧，就大約會係2毫半紙美金。咁跟住咧，如果係加拿大嚟講咧，每升10蚊咧，我哋每一公升咧就大約加3.3至3.6個仙。咁咧就呢個肯定咧就會係繼續加嘅。咁而家個油價咧就係未停嘅。啲專家大家咧就喺度研究，就係話會唔會保持喺100蚊以上？呢個係其中一個指標。咁但係個油價咧，我就唔係咁樂觀啦。我覺得呢場仗，正如我上次所講咧，就嗰陣時係啱啱開始，咁嗰陣時係3月8號啦。咁我話1個月之內都好難會停啊。咁而家一路咧就唔單止係冇停，仲係惡化，同埋咧就越打咧就越廣泛，同埋啲武器咧就出得越厲害，受摧毀嘅煉油基地又好，儲油地方又好，就越嚟越多。咁按照呢個國際能源署嘅署長，佢咧就已經係承認咧有41處同煉油或者係產油有關嘅設施咧，係喺9個國家被打擊。咁大家可以想像咧，呢個係好廣泛嘅。咁而家我哋睇嘅咧就係話嗰個戰咧就係冇降溫。但係市場嗰個試探咧，就喺度試探緊嗰個降溫程度。咁特朗普咧，對於嗰個談判信號咧，油價咧就佢一講嘢咧，就可以使到個油價立即咧上或者落。咁呢個咧就證實咗嗰個係非常敏感啊！對呢個戰情。咁啊，市場唔單止係嗰個油價貴，而且係最擔心佢哋係唔知道會唔會繼續升級。但係個問題咧，就俾伊朗好快咧就否決咗，話係佢哋冇談判到，跟住油價咧又繼續波動，咁咧就明顯咧就係市場唔相信嗰個局勢會好快會穩定落嚟。咁呢個我哋要自己心中有數啦。而家我哋面臨就係呢個局面，咁更加咧就係話而家大家做緊咩咧？爭取緊一個時間，爭取一個心理空間。而唔係一個正式嘅降溫。咁因為美國優先啊，即係的確咧就係有矛盾嘅，因為高油價咧就直接影響美國消費、汽油價格、通脹，甚至影響政治嗰個支持度。咁啊戰略上咧就強硬，但係經濟上咧就受壓。咁咧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典型嘅政策嘅張力啦。咁呢個成個整體嚟講咧，就會係有一個押後效應，而呢個押後效應咧，就通常咧，經濟學家咧都會承認咧，會係喺2至3個季度咧，先至係完全係顯現出嚟嘅。咁大家要小心啦。咁個能源通常咧就分3步走，即係呢個衝擊啊。第一步就消費者咧就馬上感覺到啦，好似我哋加油啦、油價、汽油、機票、運輸費用嘅上漲。第二步咧就企業咧就開始受壓，就係運輸、製造、農業、零售成本全面上升，但係價格咧就唔係一定完全咧可以轉嫁俾消費者㗎，咁所以個利潤咧就係被壓低啦。第三步咧就係呢個宏觀層面。咁企業投資咧就變咗係更加謹慎，咁同埋咧招聘就放緩，最後咧就係反映起經濟增長咧就係會下降。咁我哋而家處於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危機咧，就甚至話如果係咁樣嘅情形咧，會唔會出現一個所謂 stagflation 啊？就價格咧係上漲，但係經濟咧就係萎縮。咁所以第一季咧，我哋就應該咧係我哋應該記住3個字，就
就貴、壓同埋慢。咁第一季咧就係貴咧，就係價格上升；第二季咧就係壓，就利潤咧被壓啊，啲企業嘅利潤。第三咧就慢啦，就增長放緩。所以我哋而家好注重咧，就睇緊嚟緊呢3個季度喺呢個整個競爭咧，就係影響咗全個經濟。咁我以前都講啦，就喺呢一個中東嘅戰爭咧，係冇可能係有旁觀者。咁而且個戰爭咧就唔止係喺中東，就可以已經喺經濟上咧就已經係伸展到係全世界周圍都可以感覺到。啱啱其實 David 咧都有提到特朗普釋放一啲唔同嘅信號啦，咁翻嚟咧想同阿 Sam 傾下啦。咁阿 Sam 你又點樣睇咧？其實特朗普都提到啦，首先提到話暫緩打擊伊朗5日之後咧，又傳出同唔同國家斡旋嘅一啲信號啦。咁望翻其實今次帶嚟咧咁短期已經見到一啲龐大嘅經濟壓力，同佢本身要提出嘅美國優先改善經濟，其實係咪背道而馳咧？會唔會都引發一啲喺政治上佢會面臨一啲壓力咧？咁的而且確係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典型喺外交策略上邊我哋講嘅，即係叫 coercive diplomacy，即係強制外交嗰種方式。即係換言之喺個軍事上邊係繼續施壓，但係外交信號上邊又會同時釋放一啲信號出嚟，就話會唔會有啲談判嘅可能性？即係佢個目標其實唔一定係要即刻有和談，而係最重要佢係穩住緊嗰個油價啦，要安撫盟友，甚至係安撫自己國內嘅政治嘅聲音嚟，跟住咧就係爭取更加多戰略上面嘅主導權。例如可能就已經釋放嗰個信號，就話嗱，我就俾咗談判嘅空間你㗎啦，開咗一啲條件，咁繼而咧繼續施壓個軍事。咁如果外交上邊係失敗嘅時候，咁佢都可以大條道理喺軍事上邊可以再進一步去施壓，合理化呢種施壓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上邊，另一方面又睇到即係特朗普即係更正去睇，就話佢嗰個延長，即係佢對於伊朗本身放寬就話有5日時間寬限期，但係而家再睇翻其實佢亦最新亦都已經將嗰個寬限期延長到10日嘅。咁呢個真係好典型，即係特朗普式嘅嗰種談判方法，就係極限壓迫計，其實中間都會有好多退讓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你見得到即係其實又會威脅緊話，如果伊朗唔接受條件，美國係會打得仲勁㗎嘛。咁另一方面，其實伊朗又會否認話同你有直接談判嘅。咁其實呢個好典型，就係呢種互相矛盾嘅講法，就反映緊兩樣嘢，就係話大家都為咗要鞏固自己內部嗰個政治嘅嗰個公信力呢，其實一定係嗌價好高，繼而就講緊即係好似係我係佔優勢嘅，即係特朗普都講緊自己贏咗㗎呢場仗。咁同時間伊朗都係用緊呢種方式去講緊，就係話全世界歷史嚟講都冇一個國家能夠抵擋即係全球最犀利嘅美國超過1個月嘅。咁大家都係為咗鞏固內部嗰個政治聲音嘅。咁但係同時間喺試探對方底線嘅過程當中，我相信美國係好想做一樣嘢，就係話要揾得到一個純粹戰爭以外嘅嗰個下台階嘅。咁但係而家係好大嘅問題，就係唔再係即係純粹美國優先嘅，即係因為而家整個中東格局其實好多其他嘅因素影響緊。一就係嗰個戰事已經擴大到唔純粹喺伊朗嘅問題上邊，而伊朗將嘅問題已經係包括埋喺整個即係中東波斯灣環海嘅地帶，繼而嗰個啱啱講到霍爾木茲海峽個封鎖帶嚟緊個經濟嘅衝擊嘅問題，已經係對美國其他盟友有好大嘅影響。同時間喺軍事上面係俾以色列咧牽住走，因為以色列係主戰嘅。咁而喺呢個情況底下，美國想去喺主戰嘅情況底下能夠係可以抽身呢，係難咗好多嘅。咁但係另一個大家去睇就喺市場嘅角度去睇呢，有好多個信號短期之內係會令到個油價降溫，即係包括頭先講緊嗰啲，係咪有啲戰爭放緩嘅呢啲，只不過係好暫時性嘅令到個油價降溫，或者係甚至有啲講法係操控緊個油價嘅升跌，即係做市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呢樣嘢好難去扭轉一個長期嘅嗰個已經造成緊嗰個風險日價，同埋嚟緊嗰個典型嘅嗰個經濟成本上升。大家如果係留意得到，即係我哋過往我哋見得到pandemic 打後，我哋基本上全世界即係都見得到我哋個經濟生活成本升咗好多噶啦嘛，起咗一個 double 咁多。咁好多時候呢個就其實係講緊由 pandemic 打後開始嘅嗰個經濟放緩嘅情況啦，供應鏈嘅嗰個影響咗。
繼而去到我哋俄烏戰爭影響，或者我哋講緊中東紅海嘅嗰個影響，即係胡塞武裝影響緊嘅嗰樣嘢，其實慢慢滯後嗰個情況唔淨止係影響兩三季係最顯著出現，繼而而家個情況係延伸到係好幾年呢，我哋都見到嗰個對於整個環球經濟個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而家我哋睇一睇個情況就係話尤其是講緊即係布蘭特已經翻去每桶104去到107左右美金附近嘅時候呢，但係我哋又要睇一睇就係睇另一個市場，唔係淨係睇布蘭特市場，而係睇嗰個期權市場入邊就係睇就係最主要就係大家個對於市場個信心問題嚟緊就見得到，就唔係 America first 啦，即係而家好現實牽制住呢，就係其實就係 oil first、inflation first 嘅一個情況。好，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都傾下啦加拿大嘅角色。各位歡迎翻嚟時事平台，今晚繼續有兩位嘉賓阿 Sam 同 David 一齊傾下中東局勢點樣影響經濟嘅。咁翻嚟咧就想同 David 傾下先啦。咁第一節咧就講到對經濟嘅影響啦，見到其實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啦，阻礙咗大概係全球1/5嘅石油同埋液化天然氣嘅運輸。咁講到呢一點咧，一定要講下加拿大嘅角色啦。咁其實已經見到咧，能源部長話加拿大咧會 step up 嘅，會支持咧國際能源署嘅一啲嘅石油釋放啦。咁實際啲嚟睇啦。咁加拿大有冇咁樣嘅落地能力去達到咁樣嘅目標啊？嗱，主持呢個問題問得好好。首先呢，就係我哋咁關注呢樣嘢咧，就個問題唔係有冇油，而係油能唔能夠安全低成本咁樣係運出去到所需要嘅國家同地方。咁如果個運輸唔恢復咧，就個供應鏈咧就會卡住。咁呢個全球經濟嘅衝擊咧，就會比嗰個單純油價上漲咧就更加大嘅。咁加拿大嘅角色咧就係要講實力啦。咁啊，加拿大係4大產油國之一啦。咁喺全世界就非常重要嘅地位。咁加拿大到底有咩實力咧？喺呢個伊朗戰爭入邊喺油方面扮演嘅角色。咁咧就講嚟講去咧，就啲專家都話咧，加拿大咧就可以係彌補到23000桶2300萬桶 ，sorry 啊，2300萬桶油可以補救到。咁所以個關鍵我哋要了解咧，呢個到底呢個總量嘅補救咧，要幾耐同埋有咩作用啦？咁呢個咧就唔係講緊話即刻可以加拿大俾到出嚟嘅。加拿大係冇油嘅戰備儲備，唔同美國係可以放一啲戰時嘅油嘅儲備出嚟。咁咧就係呢一個咧2360萬桶咧就會係喺大約3到6個月，即係90到180日咧就係逐步提升嘅。呢個就係加拿大可以做到嘅嘢。所以亦都唔係即刻見效嘅，咁所以每日嗰個大量增產供應咧，嗰個措施咧係一個階段性嘅嘢嚟，同埋協調性嘅市場穩定工具。加拿大角色咧，我咧就覺得係咁樣嘅，係嗰個穩定器，就唔係一個替代器嚟㗎。原因咧就好簡單，第一咧加拿大咧係有資源，係全球嘅主要產油國之一。第二咧，但係受限於咧就現實嘅條件啊，加拿大嘅管道運輸能力咧就係有限，出口港口亦都係咧係受限制，政策同埋審批週期咧就需要政府咧係大力去改善啦。咁呢啲都係無法短時間內可以大幅擴張嘅。咁第三咧就係地緣結構嘅問題啦。中東咧就供應影響咧係主要係喺影響歐洲同埋亞洲市場。咁加拿大更多咧喺北美同埋部分國際嘅補位，所以總括嚟講咧，加拿大能夠幫忙穩住市場情緒，但係冇辦法取代中東嘅戰略地位。咁加拿大我都話咧就喺北美，所以咧佢其實咧係幫到美國佢嗰個增產，
咁而家加拿大大家都知道係一個產油大國啦，亦都已經討論咗好多喺呢一屆嘅卡尼總理上任嘅時候，就話喺呢個我哋都冇一個跨全國嘅油管。咁如果一個能源短缺嘅時候咧，就好可惜，我哋係大西洋嘅3個省份，其實佢哋係入口油咧就係從挪威嗰邊嚟嘅，因為我哋好難喺就算 Alberta 同意喺呢個油喺呢個 BC 省輸出咧，我哋要兜一個大跨先至可以送到去我哋嘅大西洋省份。所以呢個其實咧，亦都係一個機會咧，係加拿大自己本身喺能源個國策。咁而家咧就受到考驗，係幫唔幫到自己，同埋咧係幫唔幫到國際社會喺呢方面咧，喺政策上咧應該係要加快，同埋咧係會比較容易去做呢樣嘢。係咁，David 提到咧係加拿大有呢個 stabilizer 同埋可能係保位嘅角色啦。阿 Sam 你又點樣睇咧？點樣睇加拿大嘅角色啊？嗱，我都同意阿 David 嗰個講法咯。我嘗試補充少少就係話咧，我哋而家睇緊即係話，即係加拿大有咁樣嘅產能，咁但係嗰個產能係一個好 nominal 嘅講法，名義上邊有嘅，即係好似頭先 David 咁講咧，我哋實際上要執行到嗰個出嚟咧，其實係有一個滯後嘅，有個時間差嘅。好多時候就係講緊即係加拿大比較擅長係一啲所謂嘅中期補位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喺即係幾日內真係可以提供到一個足夠嘅油量係去救市，即係話平衡穩定翻個市場嘅。咁而反而係一位比較長期啲，即係中長期啲嘅一個做法嚟嘅。咁而另一個我嘗試可以補充多啲嘅講法咧，最主要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大家都係講緊純粹原油嘅供應，咁但係其實而家最重要影響整個市場咧，就唔係純粹得原油供應咁簡單，而係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影響緊嘅咧，同埋即係我哋講緊伊朗出口緊中東出口緊影響緊嘅咧，就唔係淨係原油，仲有好多我哋講緊石油氣啦、石化啦等等啦，尤其是我講緊中東係全球啲最乙烯同最丙烯嘅啲石化產品最重要嘅出口地嚟嘅，即係呢啲係對於我哋講緊化工業啦、塑膠啦，以至我哋講緊肥料等等嗰啲製造咧，好大影響嘅。咁慢慢咧，即係我哋講緊啲包裝啊、汽車零件啊，我哋甚至講緊我哋屋企用嗰啲家具、家庭嗰啲產品啊，或者服裝建材等等咧，都受住呢啲嘢影響嘅。咁所以就話我哋加拿大如果純粹就講緊我哋喺原油上邊嘅可以補給得到支援咧，其實係只會係喺即係整個環球市場入邊杯水車薪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咁而另外一樣嘢反而睇嘅咧就話，即係換言之，我哋即係加拿大喺全球最急需供應嘅時候，佢嘅角色未必係一個即係即時可以補充得到環球多方面嘅一啲嘅嘢，但係反而用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加拿大本位出發。而家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原油供給嘅時候，最大可能係可以補足得到邊啲地區呢？咁啊，包括即係卡尼此前即係同歐洲係有個商議，希望能夠可唔可以建立更加緊密嘅，即係話將個能源供應去歐洲啦。而另一個更加快嘅市場，相信喺地理位置上邊呢，就係講緊亞洲市場，尤其是亞洲市場呢，我哋講緊日本、南韓等等啲國家，其實對於能源嘅入口係好大依賴嘅。而呢啲國家正就係因為即係伊朗即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咧，中東嘅油出唔到嚟之後咧，其實南韓同日本嗰個儲備咧，原油儲備係好緊張嘅。咁而呢啲地區，相信即係喺北美嘅地區，即係加拿大，究竟即係供油嘅補給能夠最快手係可以補充，甚或至用一個角度睇，就係幫助到加拿大打開緊印太市場咧，最快手咧就係喺而家今次危機底下咧，就會有一個咁嘅市場機會咧，就係話喺即係亞洲市場上邊，因為佢嗰個過度依賴進口嘅時候咧，承受緊個壓力咧，加拿大係能夠係向呢個方向去做一個補充。唔該晒兩位嘉賓，咁相信咧唔單止係能源啦，或者係市場嘅短期波動，可能係發生緊一啲結構性嘅轉變嘅。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